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两天，尤其明仔是拜三，虽然你可能唔是国民党的党员，你无一定来关心，但是总统到底是要来向选？国民党明仔就要开葫芦干，阿明连续取消3行程，那感觉家己会想到。是毋是甲伊想的无共款？但是这毋是咱要来关心的重点，咱也是要来问国民党安怎要甲台湾人民选边站？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新民兩化協會理事長黃慶良，是主持人3位來賓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呢是中國國民黨金門縣立委陳玉珍。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三位民進黨屏東縣立委張嘉賓。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第四位政治評論員吳坤玉。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咱就來關心，無得講你也佫無了解，到底是要選阿高，還是要來選阿明？到底候選人是候選人還是過選人？國民黨這一邊按算明仔5月17中常會要來徵調到總統參選人。那麼黨主席朱立倫15號暗時有去見到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還有新北市市長侯友宜。侯友宜表示會尊重黨中央的規定，唔是決定哦。民眾黨郭文鐵這邊，今日透早呢，就去宜蘭走基站就去拜廟。若是民進黨賴清德來宣布着潘明安擔任着競選總幹事。國民黨9月17中常會徵調總統參選人，15暗時黨主席朱立倫會見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新北市長侯友宜，甲兩個人說明民調甲定選的結果。侯友宜伫10日表示講，尊重黨的節奏甲規定，毋過挺過派的調話，原定伫個早起要舉辦呼籲黨中央徵調郭台銘的記者會，煞臨時取消。無論過程如何，我都尊重黨的傑作以及黨的規定，我們按照我們的所有的步驟，全力以赴。我到現在還是認為郭董事長是一個最適合代表在野陣營來出來這個挑戰賴清德的人選，而且比較可能會贏。因為傳出內參民調，八成的縣市長還有真儕立委攏咧挺侯友宜，侯郭兩派咧相隔，黨中央伫個17月要來逼牌。含哪贏人選也未選定，民眾黨主席郭文哲伫個宜蘭走基站兼參拜，過掛這兩個人是不是還有合作的空間？要安怎合作，引起外界注心。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那不管是誰，我看在台灣也不是說什麼誰跟誰合作，其實在所有議題上我們都可以合作。我非常相信呢，以潘孟安的本領，我們一定是可以好好打贏這場選戰。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伫個15日暗時開直播，宣布前屏東縣長潘明安會來擔任總幹事。郭文哲估計要伫個20日佇新北淡水宣布參選總統理念。記者綜合報道。咱頭一開始看到這新聞段內面，侯市長所講的是尊重黨中央的規定。這個講話吼，唔是講黨中央的決定。這講起來嘛真藝術哦！我來請教老先輩吼理事長，你咧做新聞做遮久吼，那看到這兩字，講唔是決定，是講着規定，這到底什麼意思？其實你應該先請單委員來講吼，因為本來今日有一個記者會嘛吼，或者取消去，要停迄個活動的吼，啊怎取消去哦？啊，個本來應該唔是迄個宣明智宣副董事長，本來講要請中常委嘛，吼，聽講話咧取消啦，吼。啊，當然互外界初步一個這個反應吼，認為講，是毋是已經昨吼朱主席啊，甲因兩位董事長吼談了哦，啊已經有所決定啊，吼，啊而且呢，大家已經有講好一個吼，為着要安怎保持黨的團結吼的方式啊，所以呢。
记者会咱就卖开啊，吼，卖有一寡刺激的言论，也是讲本来晚上的这个中常会的聚会哦，不要互大家为难哈，等等安尼。这是当然一种猜测啦哈，我感觉单位员可能有更较权威哈。无你睇你讲的时候，伊就做一下表情啊，嘴角嘴角安尼小可咧哈。不，我即摆是安尼啦吼，咱几个战术来看这个即届这个征调哈。因为民进党真早就决定是迄个赖副总统的做候选人哈。所以国民党即届经过较复杂的过程，当然这叫4年前啦哈，比起来有小可共款哦。但是我感觉已经吼，因为有4年前的教训吼，有进步。毋是进步尔，我感觉是因为大家有一个，你袂使讲一个较歹听，讲做一摆失败吼，是家己袂晓，2摆失败就是表示你做差嘛吼，共款的理由佫失败吼，所以我感觉是大家有迄个有这个教训伫，有这个教训伫咧啦，有这个教训伫咧，所以你会感觉讲吼，即个其实你也单纯用国民党的角度来讲吼，无需要再复杂，对无？因为你只要你都东来的人，有兴趣的人，讲错算的都是啊嘛，伊就是民调专民调吼，数据出来吼，讲好做简单的吼。但是呢，因为今年大家知影讲吼，你敢若靠国民党本身，你也无整合哦，泛蓝，你即摆泛蓝分做几啊角嘛吼，也是讲甚至讲你无整合即个整个合作力的以外的势力的话吼，你是无都赢的啦吼。所以为着安尼，所以去算一个做3阶段嘛。3阶段嘛，对无吼？3阶段咧，本来你也讲，即个过党的伊也准讲是党员吼，就参加初选2个人叫侯市长去拼头，偏偏伊4年前已经退党啊吼，伊毋是党员，毋是党员，我就袂使用初选来甲你，初选你根本无资格参加嘛吼，所以甲变做讲竞调啦吼，竞调甲加入一个迄个，是甲看起来迄阵啊，迄个主席家有一个默契，讲30天互你去冲嘛吼，所以等于是安尼一个过程吼。好，这个过程特别显摆啊哈，本来看白30天特别显摆哈。就知影，毋知我是安尼啦。我拿我的直觉来讲，我判断我感觉是侯友宜哈的提名啦。但是呢，侯友宜提名这内底过党的有角色无？这我唔敢讲，是毋是讲可能是侯郭配啊？是毋是有这款想法，还是安怎哈？这我也唔敢讲哈，伊这以后变化真济哈。但是若是侯友宜来做国民党2024年的总统的候选人哈，这个真有意思哈，真有意思是安怎呢？因为侯友宜也变做台湾总统民选以来哈，1996年哈，国民党头一个、第二个李登辉以外第二个本省的候选人啊。我唔是要强调成绩的问题，但是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讲这7届的民选，甲台湾囡仔啦吼，李登辉是第一届嘛，过来连战马英九哦，这个朱立伦吼，甲迄个啥，马英九选2摆啦吼，过来迄个韩国瑜啦，韩国瑜吼，对，好这个先我会讲这个代志吼，其实这届侯友宜讲，大家讲吼，要来推选总统的这个过程中吼。伫政界，大家时不时拢会听到一种声音吼，什么声音呢？就是讲，听讲啊，有一寡国民党吼，尤其是亲蓝的吼，内底的人吼，足关切的讲，袂使互国民党佫出现第2个李登辉，有即款讲法哦。甚至讲即款讲法啦，南北京迄边啊，中共啊吼，有影真关系。惊胆胆。即款讲法有法，当然这是初选的过程的一种讲法吼。第2个我感觉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讲。侯友宜即个出来选吼，伊的即个挑战的比赛，比较起来，伊交马英九也好啦，交较早的这个候选人比起来吼，有一个差别就是讲，你毋管李登辉连战吼，甚至宋楚瑜吼，因拢有真有够的即个历练啦吼，有即个过程。侯友宜到目前为止就是新北市吼，其他当然竞争数哦，但是迄夹要做国家领导人差真远吼。伊比较起来较像啥人知嘛？较像2000年的即个阿扁啊，阿扁嘛是台湾市长做过尔吼，直接跳起来选总统吼。当然阿扁迄届赢，但是伊赢是3卡都的关系。是哦 ，OK， 所以侯友宜即摆选举吼，真我的看法就是讲，伊赢袂赢吼，交即个阿扁也颠倒变，
伊也要赢，就是袂使三卡赌。啊，当然。都爱整合啦吼。是。好啊，变也是因为三卡赌才会赢吼。啊，这是另外当然，我一个角度就是讲，若变做三卡赌意思是讲民众党的这个瓜主席国民党会出来吼。那安尼当然赖清德会变做真有把握吼。啊，那是这个非力的这部分，我都整合起来哦。啊，当然这对于这个赖清德的挑战真大。其实有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这段时间你看，讲国民党为了初选吼，敢若有一寡风风雨雨啦吼。但是呢，因为民进党真早就决定人选啦吼，所以你会感觉一个现象，就是讲国民党这边吼能量吼真济啦，哦，迄个版面啊、声量啊吼，拢足大个吼。啊，民进党迄边吼煞较掂吼，你会感觉有一个较掂吼。啊，而且吼，我要甲大家提醒就是讲，台湾总统民选了后，即嘛吼，也毋捌一个政党我都选掉3届。拢是2届了，民心就变化，民心变化了，换人也是安怎，就讲换一个迄个。这个特别斟酌哦。蔡总统伊到目前为止第2任，伊的民调的声望，应该是咱民选总统以来，不管比李登辉的上后期，还是讲马英九的第2任，还是阿扁的第1任，上后你看，伊是算较悬，无毋对哦。但是无表示讲赖清德的第3任就法度，因为当然以后法度。继续，这是拍破一个记录啦。我意思对你他讲了3个议题吼，我偷来问吼，委员，他说咱节目还未开始的时候就甲你问啊，讲是安怎来取消这个记者会，是因为已经有答案嘛，还是像我头仔讲，就是讲可能过党的咱阿明先生已经找到一个新的这个提议，但想看卖，所以卖冲到遐去。还是亲像他多迄个蒋委员所讲，我是对真侪观察点哦，所以咱请蒋委员来讲，真侪观察点，伊无规个拢小显，规个拢压落去。丁委员，我相信大家拢有看到真侪媒体伫讲吼，伫报道讲吼，然后剩都是国民党就是已经。无你先甲咱还原吼，讲伊安怎敲电话你，你安怎甲讲？早起几点啊？我迄落我是。我的迄采访通知啦吼，是昨天11点我发的，我本来要透早才发啦吼，因为我是邀请咱全台湾各地议长甲副议长议员来这场面真大对，因为20-30个人啦吼，有答应的要起来，因为较晚发啦，我即摆会使讲，因为无办啦吼，就是因为惊讲互策反啊，再互拔庄了，所以较晚才通知嘛吼，较晚我。讲话打通知，我通知也对无讲。11点通知。我采访通知要12点才发的采访通知的吼。我通知的时候我嘛无写讲点啊要来，我用早起就知影。因为遐议长拢咧答应啊要起来啊，讲好啊。啊讲好了，透早的时阵应该是9点外的时阵嘛。9点外。我看卖，我接到电话。过点的，过点的清新较后哩。10点外，10点出啊。因为11点要开记者会嘛。10点外。这晚才靠你哦。对。啊，所以无真侪人，真侪。9点外，9点40分。我相信有真侪议长已经去到高铁站已经拢伫台北啊，真侪因为是要11点要开记者会，所以真侪人已经伫高铁面顶啊。所以后来我就伫遐等嘛，就是就决定讲，阮是今日用开记者会啊，大家来聚餐的。伊安怎甲你讲？无，伊就讲希望取消啊，系啊，取消我。无理由。无方便讲啦，吼，你就希望取消，取消我就讲好啊，取消我就但是因通知发出，我紧甲我拄仔伫立法院，阮甲记者讲，这就是取消，取消我就走去迄饭店去甲等议长来，因为真侪人已经起来，所以就食一饭安尼。所以伊有甲你讲理由？希望取消有啦，小可有啦，有讲啦。小可有讲吼，小可。是好消息还是对你来讲是歹消息？我感觉就是讲吼，即摆就是讲吼，因为咱是光桥的嘛，对不？做桥的人希望再有那种教育意识去做，因为成甲败是你判断的嘛，对不？伊感觉安尼做较好，我们就教育意识去做，就是安尼。安尼我就话互蒋委员来摇一下，看这是啥物情形。咱有一句话叫赢叫无赢话啦，后阵你知影会赢，也是一定咧赢，你就尽量吼，莫伫遐唱秋啦。所以一般来判断啦，后阵今仔日要来说，要来抗体。那有可能我安尼就凊彩放伊煞，因为你是算假，但后阵讲起来讲就是你啊啦吼，但是好好做人的，主席后阵甲过党来讲，你就好好做人的，你莫是讲刺激，就是遐悬的，明仔载宣布，我都亲身请侯市长在场，在场就互伊知影讲这是党的决定，
啊，但是恁头前莫得共刺激，吼，啊，时搞阵宣布是你，安尼大家你着做有风度，邀请伊做你的副总统，安尼大家安尼好唔好？一定是一个提议，因为咱来想看觅事情啦，两个人吼，你讲莫讲相影啦，就是要抗体啦。你敢有安尼去找过党的，你要甲抗体，对无？后阵是歹消息，你去找伊，一定是甲你配面嘛。配面啦。所以讲吼，我是认为讲后阵照人情世事来判断啦，应该是甲讲啊，这局面就是你的啊，啊大局为重，咱莫去冲突，啊，互我明仔载好好处理，明仔载好好处理，这是一种情形。啊，后阵这种情形在想哦，你甲这个安大好势，人迄边会看啊，侯市长会看讲，明仔载毋着要宣布啊，要放榜啊，啊，那即马先去甲迄个讲啥嘿，伊会烦恼啊，对无？这个时候你要互对方一个答案。是毋是讲进前你爱甲讲啊？无啦，迄个过党的吼，明仔载就对来讲较歹过啦。啊，我先甲按答一下，你嘛爱安尼甲讲啊，无变啊。但是你安尼讲，做歹做人的呢，两边见人讲人话呢。所以他怎侯市长有讲，我尊重党的规定。规定。所以如果讲是真正确定是过党的，安尼做合理的，就是先甲你讲，吼，啊，你先安尼大局为重，啊，明仔载宣布的时阵，爱想出一个理由，互伊讲啊，安尼不得不接受，或者是已经主席、贵主席、主主席有掌握到侯市长，伊是无法你坚定要选，吼，安尼毋则讲我先甲过党的按大好势，我来甲市长咧才甲讲，我有把握伊袂当场。我明仔载楼梯摆好，啊，这才落来。但是嘛有一种可能性啦，就是明仔载局面呢宣布，就是现场要来中常委迄个。吼，为什么是侯市长在场，过党的无在？毋是党员嘛，对无？伊是党员嘛，所以伊在场听讲啊，宣布我提名，吼，党要提名我做市长，做总统候选人。但是安尼你要对过党的，你事前甲过党的讲明仔载即个宣布，你毋是自讨苦吃，你毋着找推仔来甲你讲。是啊。所以有可能后阵真正是要提名侯市长，安尼伊可能爱甲过党有一个好的讲法。另外一个，无，我讲即个吼，我足无奈。因为党内底目前是安尼啊团结，但是明仔载呢，可能阮会做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拍拼的机会。比如讲，我再凊彩讲啦吼，比如讲明仔载条件是要非力的大团结。阮希望讲党做这个提名是提名侯市长，但希望讲伊能接纳吼瓜主席做伊的副手，啊，以后阵无法度接受，啊，歹势。啊，人会接受啊，比如过党的你会接受啊，啊无，因为你无爱接受这个条件，所以阮党只好换别人提名。对讲，我是比如后阵明仔载互侯市长是党提名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过党的伊会接受的，还是讲伊会感觉讲党代表大会我都有机会拼，无可能这个条件就是讲到正式提名是因为党爱行这个形式的过程，但是呢，党要求这个会力团结的时阵，可能。侯市长做袂到，你后阵做会到，比如你说服你来，瓜主席做你的副手，对无？你做会到，安尼就是你的啊。可能明仔载咱宣布讲国民党阮这样提名侯市长，但是呢，希望伊伫全大会进前说服瓜主席非力团结，伊来甲国民党结盟，吼，然后伊来做副总统候选人，安尼这有史以来，就是总统直选以来第一届两个政党。会共同推出一组候选人，所以有可能明仔载宣布讲我一个非力联盟，非力联盟。啊，但是后阵讲真正哦，主席是安尼的条件判断，伊才有把握的。就讲以后准备互过党的接受这个讲法，意思讲啊，过党的，侯市长的个性吼，无可能吼接受一个瓜问题伫遐边仔咧空空叫啦，嗡嗡嗡啦，伊挡袂牢啦，伊绝对袂接受，还是伊做袂到啦。有法度甲瓜主席牵来过，就是你才有才调。吼，所以我甲你讲即个安排，恁记者会先来开，吼，爱先看明仔载外界反应，吼，安尼毋才有可能讲，那我讲宣布进前真精彩，人选之人第2季啊，你都爱去做编剧啊？无你若讲明仔载要宣布，你即马找讲后阵伊是落选的迄个，就是无扣着迄个，你事先甲讲歹消息，你毋是找推仔讲，啊，你后阵讲是甲讲好消息，吼，你明仔载迄个要安怎交代？所以你绝对讲后阵你心内是要提名过党的，你即马去甲讲，你先按下看明仔载。我睇咧注意玉林委员的这个表情，敢若叫人讲到的感觉。我刚刚讲厉害啊！所以我是认为讲，主席这个最非常歹推敲，因为伊要安怎通知侯市长来当场听放榜，
啊，种放榜我唔是伊，迄绝对是会变面。所以应该是按一嘛，放蹦应该是按。放榜还是，但是可能无伊想的反你美咧，可能讲附带条件。你啊，这定期限内底你甲做到，嘿，做甲到，安尼当就是支持你到底。无做甲到，无做甲到，那就另外考虑啊。所以讲这是另外无规则内底另外一个规则。开节目过来讨论安尼吼。是啊。你国民党的这初选算真老烈啦。无错，因为吼，你也知影吼，一个政党的初选比大选吼都较有这个吸引力。因为呢，你这时间又长，互大家有期待，其实对该党的提名人有帮助。有帮助。2019年，种民进党唔是咱的赖主席坚持讲，虽然是现任的总统，我嘛是要来挑战，照民主的天数。咱安尼你来看，民进党到伫迄阵2019年2018大败，对无？然后呢，安尼差一个，甲人讲，大家感觉讲，这总统都有拼面哦，吼，所以换做是国民党才变成安那，要找看啥物人手忙脚乱呐，马尾啊呢，一个韩流就出来嘛，韩国瑜就出来了，等到呢就尽力讲民进党的胜算的方程式啊，就来啊，对无？你好，你。韩国瑜你来，都要下掉啥？下掉对2019到2020反中反送中，迄个一致的线，就是讲，就爱大台妹才会使。好，这我来请教吼，操盘过这吴大哥吼，你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朱主席甲讲吼，明仔唔是你，但是呢，阮还阁有另外一个安排，就是我伫法院吼有一个位。吼，你来做强主，吼而且吼，你同款在政治上有角色，敢有这种？老实讲，这种安排是较粗残。这个，我这样子讲，这个今天传出这个消息，好，今天是合理的，好，完全合理。如果你站在猪的想法来讲，完全是合理的安排。在国民党的高层眼里面，他从头到尾都是把郭董当做一个盘子，好，就是结盘呐。盘子，好，他就把他当盘子。啊，朱立伦，好，把郭董框下来，好，这个玩碟仙，好，到底是猴还是锅？好，玩一玩，他还是把他当盘子，只是翻过来而已。那。不是他了以后，他把盘子翻回来，让你去当立法院。请问你要选立法院院长？好，我现在假设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选举，朱立伦最头痛的是什么？钱啊，他没钱，就是钱啊。那你要选立法院院长，郭董有的是什么？有的是钱。那你为了你自己要选立法院院长，你就拼命要把钱吐出来，去把每个立委都辅选好，是不是解决他的问题？如果就纯粹的逻辑推断。那这是合理决定啊！我较派心啦。这虽然我心比较坏但是这是合理的。第二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第二个事情，我们现在大家都就这一路以来大家都觉得朱立伦是这个为什么会？搞得歪歪扭扭的，这个，那不像刚才社长讲的那个，开大门走大路不就好了吗？那民进党当年也是开大门走大路啊，对，初选大家下来一翻两瞪眼不就解决了吗？再来瞧嘛，大家都没话讲。可是为什么朱立伦不这样走？你要知道朱立伦心里面最大的魔障是什么？朱立伦心里面最大的魔障。其实是2016年。2016年，你想想看，国民党当年是怎么提名的？他也是开大门走大路啊。初选，然后洪秀柱初选出来这个人，他没办法控制，然后立委也崩溃了，然后后面逼得他不得不要换柱，所以他后来讲什么？他这回一开始就讲说，我不要走2020年那个吴敦义的老路，对不对？他其实不要走的老路，不是吴敦义的老路，是不要走他2016年的老路。你的意思是讲，朱立伦心内上惊的就是爱自己搁出来选。对，他自己，对他不是他自己，当年2016年犯的所有的错误，他自己最清楚嘛。
所以他一开始就从头到尾不要初选嘛，因为初选出来的人什么人他掌握不住嘛。如果这个人出来的人掌握不住，他还要到后来弄到整个立委连盘都要翻了，那怎么办？他要再来一次，好啦，这回要上次是换柱，这回要砸锅吗？不可能嘛。那所以他对于那个总统候选人能否控制是很 care 的一件事啊。你不觉得他现在这个路都弯来弯去，都是在避开2016年走过的地雷吗？所以朱立伦的心思，我觉得啦，我不能保证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思是这样。然后，但是现在他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说，郭的气势，那一路这样子上来，那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他最大的问题是要怎么去摆平郭。那摆平郭不是说郭也有钱啊，郭也不贪职位啊，那郭是想要为这个国家有一定贡献的啊。那他的问题是要给郭一个希望。那郭怎么样才会有希望？当副手绝对不是啦。好，副手不用考虑了。所以你觉得立法院院长、副总统那个职位哈，那个亚当斯的名言嘛，副总统那个职位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设计过最无聊、最无趣、最没有功能的一个职位。公家嘞，对，关于丢面啊，情何以堪？总统死掉啊！对，我来请教，但是这吼，我亲像过党的吼，这立法院长都要公布财产呢。对。迄公布财产对伊来讲，迄可能是这个是8%在主产拢伫中国。可能这选总统嘛呀，选总统都安呀。有一个可能性啦，有一个可能性啦。其实吼，咱看做侪即个政治片吼，安尼啦，当咧吹潮的时阵吼，啊，总讲有一个足严重的缺陷吼，就算讲，阮有知影讲你一个问题，但你去选总统，你等到复死，吼，安尼何必？吼，阮嘛知影，你安尼就是。民进党绝对找你，无帮你刷，不如啦，你就非常公平的讲，我就接院长，吼，总安尼就成立吧。就讲袂使当是软的哦，爱有硬哦。就讲朱主席甲国党的讲，这材料伫遮，嘿，这材料伫遮，你考虑一下，吼，但是你也总讲，安尼风险伤大，党甲你安排一个院长。你真正参加第二季的编剧，那个。猪的手上哈，如果有这种材料哈，他可能3个月前就已经拿出来。我这样讲，对不对？他是在还没有烧起来之前就要拿出来了。嘛有可能最近人家客掉啊。这嘛无一定，但这我了解时间让玉丁委员来讲者。哦，因拢讲我讲好啊，所以讲因拢可判断啊，真厉害啊。无委员，玉丁委员，你感觉因的判断对还唔对？我感觉嘉宾委员讲啊真好啊，我感觉伊讲非常好，但我甲你肯定哦，我感觉伊讲啊真好，讲啊真好吼，我感觉真正是真厉害，讲啊真好，但是甲事实有距离啦，甲事实有距离无？我唔知这要点啊征召点啊出来算是主席的决定的嘛，无啦，所以第一是主席的决定嘛。下晡咱录影的时间是下晡4点40分啦，到明仔载中常会吼，这个放榜吼是早起早10点大家就知影啦吼，啊剩无2、4点钟啊。你心肝头敢会敢若泡泡菜？袂呢，我即摆变得真平静。哦，安尼真平静哦。是，只要早起讲甲我讲免开这条记者会啊，我做过了，我讲好，安尼平静，我就是照迄要做叫人个意思我做就好啊。是，这意思对。你若像头拄两位安尼分析出来，这内面有政治的交换，有这个选，但是阮要做一个公共电视，我也是在想吼，国民党这一次的选举，在这几个候选人之间，不管是郭文哲要来合，还是讲是过党的，还是侯友宜，因这对着中国的这个路线，到当为止。甲无明显的差别呢？有差别咯，我感觉有差别。嘛是有差别。有差别嘿，我印象中，侯市长我敢若无听伊讲到这个9·2共识。伊无讲，伊讲伊反对1国2制嘛，对吧？伊反对1国2制。对，但是我无听到伊讲伊支持9·2共识啊。伊拢无讲，因为这个名词伊无讲嘛，对吧？吼，啊，贵党有啊，贵党有讲啊，对吧？吼，是。
所以即嘛真趣味啦吼，因为到目前为止吼，讲咱讲即个侯市长的，我想咱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你他点着讲，伊有可能变成李登辉第二。毋是，我毋是讲有个，我是讲国民党来侵拿，有人咧讲吼，袂使互国民党佫出现第二个李登辉啦。啊，即款讲法吼，我会了解北京原来真重视啦，原来真重视啦。讲即个吼，啊，咱这总统的，比如说国民党的这初选吼，后摆咱总统的选举，咱嘛知影讲，嘛毋是拄啊讲哦，种大陆迄边嘛，美国迄边嘛有相当的影响嘛，对无？所以咱应该对国际关系来看这个代志啊。无，我来请李市长过来讲较直接。不啦，所以我意思是讲，我一项就是安尼啦吼，因为侯市长吼，我拄则讲过嘛，伊较早的即个资历吼。交即个要领导一个国家的国情的这部分吼，是较有一个距离啦吼，就是讲伊无经过迄款历练嘛吼，啊无经过迄个有一个好处啦，一个好处较无留一寡大家成见落来一个贴标签哦。但是呢，也因为安尼关系，所以你较早会当闪避的一寡争议性的议题吼，你即摆你都爱面对啊，你都爱讲嘛吼。啊，要爱讲的时候，即款代志是安尼啦吼。讲实话，我甲坦白吼，这毋是讲叫人来教两讲啊，就会晓啦。因为你出来以后，这随时你变来比较，我讲一个简单真重要，就是讲，今年吼，2024年台湾的大选吼，是全世界拢足关注的吼。你简单讲就是讲吼，你看吼，过去这年吼，整个的东亚地区啊吼，这个美中对抗的背景下吼，那个区域的这个环境变化偌大咧，你想看没？韩国跟日本吼，本来是世仇啊吼，啊，即摆两个这个阿手啊，而且而且较早是无一个，较早美国一直希望来当个做美日韩的联盟嘛。啊，因为日韩关系无好啊，啊，所以无度啊。但是即摆已经成熟啊啦吼。啊，过来菲律宾啊，本来迄个杜特地做总统要吼，拢安尼叫美国咧呛声吼，那迄个歌词你咧呛中央共款嘛吼。啊，我换一个动作，你看变遮济啊吼。啊，你看菲律宾。伊增加美军伫即个菲律宾的即个军事基地吼，拢真挖台湾即部分。啊，日本交美国的军事合作本来就足密切，因即马伫迄个伫美国伫日本的基地吼，军事基地南移啊，哦，来到即个与那国岛离台湾足近的吼。这意思就是讲啥呢？经过吼，咱讲的即个合作伫一个第一岛链吼，即个串接吼，一年的时间，拜登差不多就要完成啊吼。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年韩国的大选换总统换路线，菲律宾大选换总统换路线，对无？啊，所以大家当然会关心讲，啊，过来是台湾的大选啊，啊，台湾的大选这局吼，你要想看觅，你若是美国的负责人啊，你会关心无？你若是北京的负责人，你会关心无？是莫讲美国、北京。日本嘛关心吗？国民党的候选人会关心无？伊会讲，啊，美国人才关心着，我小可瞧一下，这路线小可瞧下。所以我顶一摆节目我有讲吼，我讲这个选举吼，伫两岸也是讲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吼，有一个现象啦吼。即摆国民党，我唔管什么人做来出来选吼，一定是吼拍一个叫做和平甲战争的选择。意思是讲，你若和平进党继续执政，哦，你会有战争的风险。那选国民党来执政吼，两岸的和平就免烦恼哦。啊，国民党安尼讲的原因是因为讲我交中国有就要共识啊。但是我真毋知影侯市长即句话要安怎讲啦吼，这我也毋知吼。啊，毋管安怎讲，整个比起来，国民党任何人出来选，拢交北京的关系，当然吼会比民进党的热情地更较好哦。这是一部分吼。但是国民党这个部分的诉求吼，选民。一寡人听，但是一寡人会烦恼是啥呢？你讲你较好，但是你交北京较好，但是我会烦恼讲，啊，你交伊好，毋知影付出什么条件无，什么代价无？台湾交伊安尼吼，迄个你讲这国民党嘛要说明哦。对，啊，所以要说明的部分，啊，民进党的优势就是讲，伊交美国的关系好，伊即摆甲大家讲，我交美国关系好，美国会去牵制。啊强啊，所以你放心袂战争啊，对无？但是大家嘛半信半疑啊。你讲美国讲有影会当信到哦，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即摆变做大家咧比吼，什么人会当真正吼做亲美友中啦，亲美友中啦吼。啊，看起来吼，民进党亲美绝对无问题，但是要友中无可能哦。啊，国民党咧，国民党即摆友中看起来已经有够，但是咧要安怎表现讲，
哇，真惊，伊足忧中的呢。大家袂互人大家担心讲你这忧中，我毋知负责什么款代志，伊其是主权的代志，所以国民党只有一条路，候选人决定了，绝对要拍一个美国牌。什么美国牌呢？爱做一个高调的美国的拜访嘛。哦，唔管什么人去，也是讲朱主席本人去吼。其实国民党较早交美国的关系真巴。我即个注意到迄个较早川普迄个白宫国安顾问啊，江波腾来台湾的话，伊第二天就交朱立伦见面啊。哦，所以我意思讲，国民党过来即个候选人出来了后，唔管是贵党的，还是即个好市长吼。我的判断啊，绝对会有一个非常高调的美国之行啦。目的唔是干那为着要交美国的关系，主要是要讲互台湾社会听啦。啊，要台湾社会听来消低，伊我拄则咧讲的迄一部分的选民对于一个担心啦。我来先请教着吴大哥吼，你有建筑出身的吼，这咱毋是要替国民党来出什么这个选举的这个招数啦吼，是就这个现实条件来讲，美国。敢会来接受讲国民党，你过去这2-3冬拢对我咧一直骂，怀疑我，啊，突然间做这种动作，伊敢会信？还是讲伊不要紧，你反正你若来，你若搞爱河，我拢甲你接受。美国人不会把这个政党踢到门外去了，他都会接受了。好，但是接受完了以后，然后会相不相信你，会不会支援你？好。到几成那是另外一回事。美国人什么事情都要考试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面试，他其实台湾的所有的政治人物去美国，美国都很欢迎，但会多安排一些人跟你见面。好，我们大家都笑说那个叫面试嘛，哈，那个其实就是美国人也要知道了解你的看法。有时候美国 AIT 他也会派人到党团，好来分别来拜访，然后委员或者是党团或。了解一下你们大家对某些各个委员或各个政党有来对这个一些政策的一些看法跟立场，好，这都不稀奇。好，那么美国做国民党其实尤其在朱主席这一代，他很积极的去经营对美关系。他现在那个国际事务部的黄介正是我们大学长嘛，好，那个他以前也当过。这个驻美的好像副代表还是什么官员对，所以他对美国并不陌生，他很积极经营在这些关系，但是这个经营到后来，美国人会不会把这么大的东西就是放心交在他身上，然后交在国民党身上啊？其实这是个问号。可是美国站在美国的立场，好，终究他要你不管他阿爸不阿爸。那，但是他终究是要表现一个文明的老大哥的样子，尤其在拜登的这个样子下面，他还是要尊重当地国家的选举，他不能直接介入，所以他要等到当地国家的选举有那个接轨后，他再来经营这件事情。那么刚才社长也有讲到说，那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就大家一直把那个蓝军的人常常就把那个问题都搞混了，然后说啊，现在两岸关系不好，就是蔡英文拒绝9·2共识，就是蔡英文在挑衅，嘿不是啦，最大的问题2个，第一个对岸换了习近平了，老习上来，那变成战狼外交以后，他不是。把这个两岸关系，他那个强硬的态度让人家反感，让台湾反感而已。他把全世界国家都惹毛了，对不对？法国也被他惹毛了，欧盟也被惹毛了，所有的国家都被惹毛了，是他自己把所有的人都惹毛了。本来大家没有觉得说中国崛起会怎样，然后也相信中国可能可以和平崛起的，就他这个态度一出来，大家都跳起来了。对，韩国为什么会倒戈？韩国你看在中国投资多少？那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进去的是日本，第2个就是韩国。那韩国到现在为什么要翻出来加入美国？他有他的理由嘛。菲律宾也是一样嘛。那过去几年杜特地跟这个对岸吴大哥，既然安尼讲，咱台湾有啥物理由无要继续甲美国搁算落去啊？甲中国采取一种较
较平等的这个方式跟第环境。第二个状况就是说，事实上美中现在对抗这个大格局，不是我们改变得了了。好，2台大货车，好，那个2台货柜车要相撞，我们中间小骂曲，你能怎么办？黄金线。对啊，你要把它站边，好，要把它闪边，好，你不要乱随便说啊，我要美中等距，我要做调人，调个头啊，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赶快找到一边躲好再说。那我们现在台湾会往美国这边靠，理由很简单嘛，请问过去70年来，台湾防卫靠谁？都是靠美国顾着啊，我们这种伟大的823啊，什么东西？那你要是没有美国后面护着，请问你金门跟马祖，你那个怎么补给？那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好，那么但是有防卫力量并不等于挑衅，保卫自己好也不等于挑衅。我可以这个老罗斯福的名言嘛，好，我身怀巨棒，好，但是言语温婉嘛。但是咱啊看那个郭台铭哦，咱看这个图表，伊讲吼去金门发表和平宣言呐，伊讲吼，民进党的挑衅啦，吼，偏离了9·2共识啊，显然看起来，伊在这个部分伊是无退让的哦，吼，啊，这个9·2共识，可能甲亲美无亲美是无一定关系啦，但是这部分看起来，对美国人来看，敢有影响到？有。一定会有，因为9·2共识这个事情，大家一直在讲9·2共识，想要回到9·2共识一中各表，可是9·2共识一中各表是当年的时空背景，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间，两边其实都在慢慢掏空9·2共识，好，那个大陆也在掏空啊，所以它就一中没有各表啊，9·2共识就等于一中啊，那。所以我们以前也不是没有去瞧过，那个老习这一帮人啊。那问题是回来的人都结论就是说，两边脑袋都打铁了，共没通啊。对。这个就是现实问题。9·2共识是被两边人实质上面把它通通都掏空废掉。2019年习近平那个15点，对呀，那讲完以后就没有了。啊，这我嘛爱问民进党呢，但这声落去。连9·2共识，咱就自头都无承认嘛吼。啊，这个对中国的政策要安怎来做较顺势，说服另外一边，可能也有一边有国民党的党员，可能较牵拿的，伊嘛有时望讲，我嘛会惊，我嘛惊小战啊。我是感觉讲吼，迄个过党的毋是政治人啦，伊都是大头哥的心态，所以讲做伊的政治幕僚歹溜俩啦。安怎讲？因为伊咧用词吼，9·2共识到底啥物意思吼？我看伊甲多数的台湾社会共款，无介深入的了解。咱甲讲啊遮有咯，吼吴大哥讲啊遮有咯，民众大多数啥物一國兩制啦、9·2共識啦，啥物的无如一句話啦，啊，就是台湾人愛大家當家做主，這就是台灣意識。啊，你講啥物9·2共識、一國兩制，遐咱無管你啦吼。啊，民眾是講啊，拄啊直接。这是独裁甲民主的选择，这毋是和平甲战争的选择。但是问题是，哪样人要听到战争甲和平，另外人听到是民主甲独裁。但是话倒讲回来，讲到一个外国因素，中国甲美国对这个国民党提名因的总候选人有影响无？有影响。所以我拄仔咧回答讲，拄仔咧讲咧编剧吼，无就继续编落去嘛。拄仔讲的迄个材料，吴大哥讲，啊，种有早就刻出来啊，袂。早刻出来，无法度落楼梯。足侪物件是时机界定啊。今仔日咱看朱主席去拜访过党的，才来明仔载要宣布侯市长啥物代志，一定爱想啥个？我落去了后，伊要落楼梯。啊，准明仔载宣布毋是侯市长，你爱想好举楼梯互伊落啊。啊，准明仔载宣布毋是过党的，你爱举楼梯互伊落啊。所以我认为讲有可能的，较可能即摆回头等来想想的，今仔日去甲过党的见面，就是先举一个楼梯准备互伊落。啊，歹势吼，即个材料伫遮，啊，这毋是，这是国民党提供的，啊，不，这民进党，啊，不是，这美国提供的。咱来想啦，美国伊咧看你这其他国家的即个选举，当然介对，伊尊重你国内选举，但是伊美国人嘛介厉害，伊有你的政党领导人，加减啊有你的材料啊，有一种可能性啊，你有材料伫我遮，
你同好在做总统。美国做一县民的啦。好，你朱立伦朱主席，伊嘛做过甲美国交换意见嘛，对不？咱嘛看到伊的危机解密嘛，对不？伊嘛美国人甲问一寡代志嘛讲啊。哦。所以讲朱主席伊甲美国关系是非可平常啊。所以你要想看嘛，后种真正美国这个材料有两个选择，一个讲啊，你过当会做台湾的总统，可能对我美国的国际外交的路线可能有妨碍，我提早互交朱主席，你甲讲叫莫选。这一种啊，一种是啥？好啊，听互你选调啊，你的把柄伫我遮，我时候要甲你讲，你同好配合一下，无时候压出来吼，大家歹看，你嘛歹看。所以徛伫咱看美国人伊后阵有这种物件的时阵，当时要用，这个时阵徛朱主席嘛。存在一心嘛，吼，啊，你着举楼梯互伊落嘛，啊，这个材料刻出来，想讲好啊，大家就言兵习古吼，之下就莫开啊，啊，明仔载一定会举楼梯，讲啊，宣布是副市长，但是过党的安排伊来领导国会，未来咱国民党的吼恢力团结，就是要摕国会过半，吼，安尼总统才做会稳，啊，国会才会掌握，吼，袂像过去8年，互民进党摕咧国家摕来安尼说，所以我是认为讲。第一，我要讲的就是一点尔，朱主席出手一定要想一点。另外，迄个你要举楼梯，互人家落。后阵无法度想好楼梯，互迄个侯市长落，伊要安怎宣布过党的提名？后阵无想好楼梯，互过党的落，伊要安怎宣布？明仔载宣布侯市长得到提名，一定要想好一步。啊，楼梯嘛，无一定爱做骨的啦，有铁钉啊，有铁钉啊，无。对，看你啊，看你选择啊，好有硬有软啊，看你啊。要爬推山啦，爬倒山啦，嘛加减啊表演。所以我要讲，嘛好可能吼侯市长的是有条件的，甲你听啊，有条件甲你提名，你要去完成一个任务啊，你有材料完成，还是你袂哦，即口气你袂落来，啊，你就放弃嘛。嘛有可能甲过当来讲，啊，你有一个大问题，啊无你就到遮见好就收。啊无安尼，另外意见我就甲你宣布。听起来我的牛肉面还佫爱袂输哦。所以讲两种可能都存在啦。哦，我甲制作人有咧相输哦，可能过当会佫继续佫选落去，不管伊是啥物角色啦。这我来问讲哦，叫丁委员，你的楼梯准备啊未？你我无需要什么楼梯，你无需要楼梯。我是支持者，我毋是迄落对无候选人。无支持者，你嘛爱面对你的选民啊。当叫嘛爱有理由可以啦。系啊。无啦，阮就是尊重。楼梯无啦。无啦，我就是尊重咱参选候选人的。你是要刷，看也无刷呢，这同样都是安尼呢。尤其中安部，你看今仔一抓高铁安尼走来遮。贵党的迄个国际观吼，大家知影一定是较好的嘛吼。头阵还有黄教授讲啊真好啦吼，伊讲有影真好，亲美友中啦吼。定啊，国民党选定啊出来较会发亲美友中嘛。贵党真重视伊伫52号、13号、13号，顶礼拜六伫迄个金门发表迄金门和平宣言啦吼。这重要吼，甲拄啊好52号迄时阵吼，在吼。伫个委员啦，王毅甲迄个苏立文吼，也有伫讨论这个代志哦。内底有一寡意见都要有不谋而合的部分啦吼。所以我感觉定下有可能最后国民党的这候选人两个会判断分析拢个分拆，真是拢个真好势。好，你感觉是讲过党有去参考着王毅？不是，伊无参考。但是不谋而合啦。对，我讲不谋而合。大家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意思啦咩？哦，所以。我来回头来讲，这黄教授讲的是好部分啦，所以我感觉吼，就是应该以主席的这个高度吼，伊就知影要提名点啊。好，就是咱就爱知影嘛，在意的代志啦。上尾我去请4位吼来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吼。即先请这理事长，这一次国民党的这个选举。乃至到郭文铁，咱就知影，规篇连读哦，拢其实郭文铁上后尾伊今仔也佫讲哦，伊也佫保留一个可能性伫遮，伊是毋是啊？甲朱主席有取得某种程度的这个默契，还是讲伊安怎算？吼，算就是讲伊安怎不管如何，伊都有一个角色伫。毋是我，因为即摆也毋知影到底明仔载是提名的结果是安怎吼。咱讲了，我感觉这个角度嘛有道理，迄角度嘛有道理吼。啊，主要也是迄项，我最近拢有咧讲吼，就是讲你过党的冲到即个程度啊吼，你要叫伊会当接受即个讲，毋是提名伊吼，绝对要有一个真互伊会当说服伊的理由啦，吼。啊，我看咱今日节目咧讲即个民调的数字啊吼，即内底啊，你的迄个台湾民意基金会是侯友宜加比过党的吼，共款的这3个人的比较嘛吼。
侯友宜是27.6啊，贵党是24.4，但是连带的民调是28.3到30，吼，是贵党的超前哈。啊，这个零传媒哈，侯友宜跟他20尔，甚至比这个柯文哲较低哈。啊，这个贵党的是25哈。所以我即马当然唔知影讲是毋是因为这个伊讲伊毋是初选吼，所以毋是靠这个民调的数据。虽然民调话伊讲爱靠证据啦吼，啊是毋是摕什么款物件出来看？啊，这物件有要公布无？这个民调的数据有要公布吼，甚至讲你即马大家讲我敲电话关市长啊，或者立委啊吼，啊讲多数拢是算票伫啊无你会当公布一下无？公布一下，像议长啊，有今仔有放消息讲大部分拢支持侯友宜。大部分你是你讲的啊，你有法度一个讲互听，甚至讲不表态嘛，会使讲出来嘛吼。我意思是讲，爱有一个互贵党的，他主家钟委员你讲的这楼梯啦哈，啊这个也是一种楼梯啊。好，你让心服口服。心服靠服。那会当安尼吼，我感觉后面的安排哈，都可能性较顺利 smooth 啦。是，委员，他说你讲的吼，咱来。进前你也讲，你认为贵党的并无在这一次的这个初选头前遮，这用力规个气力拢放落去。是啦，当然阮是顶阮的观察啦吼，因为大概军种做势，伊所动员的资源偌济大力是看得到，平平1万人伫场内，背后到底是偌济力量咧推杀，迄后壁影响力无共啦。吼，所以拢甲像咧棒球共款，你一粒球牵出来。140公里的球，球速共款，但是有人球一界动，你就讲袂出去；有的人球一讲就讲一个行不啷。所以我是认为讲，贵党的即届，伫实际上伊的经济实力，敢有真正发挥，这是一点。第二点，我讲的讲，我甲人咧讲连续剧啦，吼咧讲网价。其实呢，为什么安尼？因为国民党即届初选总统的提名是戏剧性十足啦，但是呢，民主的规则吼无清楚啦。因为民进党对一开始草根的民主，阮一路行来，规则改清楚。虽然规则定来咧改，但是大概拢是比赛前规则先定，规则要改，比赛了后才改。但是呢，国民党即届无规则，所以无规则产生啥？就是我讲的歹吹桥。因为无规则，所以大概要叫人落楼，要叫人退选，都要野楼梯行落。这个楼梯都要有剧情，都要有材料，都要有筹码，都要有啥物条件。所以造成说明讲是啦，一个民主的政党，民进党的规则清楚，都袂安尼奇奇巧巧介济。2019年，蔡英文甲赖清德竞选总统，定案就定案啊，无啥物第二句话都亚楼都互你行。包括未来要整合，要讲都拜托邀请伊来做副总统，嘛是经过一个大局为重来产生的，毋是讲成功好的条件。总讲2019，迄个是成功好的条件，够好啦，互我赢啦，你来做我副手。都毋是今仔日结果啊，所以我认为讲国民党徛伫国民党的观察，真正是伫国民党内底要生存吼，要做领导者有较辛苦啦。是，来吴大哥，我觉得委员讲的没有错啦，是要拿个楼梯给他下才有办法下，但是我很怀疑朱主席的智慧。我相信他的智慧。对，然后这个反正就明天。再来看嘛，哈，那郭董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啊？其实外面很多猜测，我觉得刚才委员讲的对啊，决心的问题啊，选举到后来都是决心的问题啊，你到底要下多少资源，你要不要选到底，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是头仔听了有丁委员伊就讲，朱主席是真有智慧啦。所以这唔才是言外之音着。我嘛感觉各党真有决心啦。你嘛感觉贵党会真有决心？所以我听伊跟我讲电话，讲一下变有就对。有决心歹落楼梯啊，有决心。对。内容我就感觉这有决心啦。楼梯歹。你感觉贵党是真有决心的，所以你今仔日无要登去，关键就在这。还搁留伫台北哦。对。你规定哪搁留伫台北？唔是我，你讲对。无啦，这一定议长、蒋委员长拢留伫台北。我想我伫台北，议长倒啊，都可以。你变哪个会去中常会？马仔无嘛吼。但是今仔暗时本来这选党的有要请人去。迄也是促销啊。嘛是促销嘛吼。但是这群众还袂散去哦。看伊还袂散。吼，在那等到马仔吼，这到底朱主席，但是他都要听委员安尼咧讲，敢若真有信心啊。这真有把握，感觉呢？
我感觉真有信心啦，但是大家拢去看媒体，笑拢去无同款，所以我唔知无，咱无照这媒体咧讲啊，尤其头拄理事长也讲啊，这其实就来真正有楼梯啊，像委员讲啊有计模安尼，吼，唔免是讲计模啦吼，有材料吼，啊有这个春有春秋有条件安尼。那若是照钟委员讲，啊你美国是甲点啊较好咧？美国甲两个候选人，阮的各党的甲阮的候市长，甲点啊较好。美党的关系甲美国较好。应该是甲贵党较有接触。无甲主席接触同济啦。主席接触上对啦。是啊，咱来我妈再去搞掉，感谢，谢谢。因下晡啦，下晡中常会。下晡。中常会是下午2点半，下午2点半。对，2点半，2点。